台南市政府针对这停车收费管理宣布新制度，若是停伫咧路边的停车机啊，收费时间本地是透早8点到暗时10点，今年开始缩短2点钟，收到暗时8点。不过中西区和北区拢总有5条路，这收费时段无改变，民众也骂讲无统一是乱撒撒。 伫写来台南观光地区游玩真歹停车，实在去喊路规排停车格停甲满。台南市政府宣布，今年停车有新制度，大部分路边停车甲临港开单的路外停车场，收费时间改做透早8点到暗时8点，平原本缩短2点钟。不过中西区、北区部分路段游玩维持无改变，引起民众看法不同。时间缩短就好要让全台南市就是时间一致会比较好一点，不会让 大家不撒撒就讲下暗8点，我感觉会当带动下暗时啊的观光，因为暗时啊往安平较无人会来啊。咱整个37区其实拢是咱大家足介意来的所在，所以我希望讲同款的收费标准，所以不一定是观光的所在，才有无同的收费方式。交通局讲，台南市公共停车场收费时段毋捌调整过，这个因经过分析各时段停车格使用率，也参考其他国度的做法，特别才决定部分路段收费缩短2点钟。 这嘛造成一个城市2种制度，交通局表示，主要是顾虑到停车格短细需求，未来个评估做调整。收费到10点的这5条路段吼，伊伫暗时啊8点到10点吼，这2点钟的时间吼，伊的使用率游玩维持伫90%以上。吼啊，就是讲代表这个路段伊的使用率是较悬的，需要透过继续的收费吼，来当吼。 咱这个停车格来有机会来登记，有较侪民众会当来停到车。同款是今年的新制度叫脚踏车，市府促销前半点钟免费优待，今年改杀用市民卡来租骑，920全时段半价，那电动的每半点钟有10块优待，民众得加注意今年的新政策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